神的經綸，希臘文是 oikonomia。字根 oikos 的意思是家。nomos 的意思是律法或行政。合起來就是家庭行政，是神要在他家中執行的計劃。在神聖的經綸裏，三一神將他自己分賜出來。父是源頭，是愛的源頭。子是流道，顯明了父的恩典。靈是湧流，將神帶進我們裡面。這就是神聖的分賜。基督藉着死與復活，成了賜生命的靈。我們是蒙憐憫的器皿，被三一神的生命所充滿。被充滿的信徒連結在一起，成為基督的身體，最終完成於新耶路撒冷。這是神經綸的終極目標。這就是神永遠的經綸。